着你，予我懂。人讲人一个浪漫免叫，一枝草，一点露。今年第一场伫市府大厅的新疆朋友表演，由2015年总统高奖得主陈若琪加开精彩序幕。若琪出席虽然伤感失明，加上自闭症等还是障碍，不过妈妈却发觉有音乐的天分。一路走来，不断栽培努力，才有今日会当自弹自唱的成果。这摆因接受市府邀请，都来看见若琪的自信成长。透过观众甲因互动，也看见妈妈的笑容。其实，在很多的市府单位，好像没有这样子的一个。对，那我觉得台南市政府就是有这样子的空间，是一件很棒的事情。对身心障碍的孩子来说，是一个福音呐，真的。对。其实他先很爱唱歌，然后再开始弹琴这样子。那最主要是他对音乐的喜爱。所以他可以就是以这个来当他来当他职业这样子，然后他自己也很喜欢在音乐里面，就是沉醉在这里面，然后表演给大家看，他也很喜欢这样子。若是表演的过程中，有一个市府员工中昼休困时间，都要专工来欣赏、甲因鼓励，甚至有具体奖赏来支持。小局表示，该活动109年9月实施以来回应热烈，所以今年市府加了一组，要让身心障碍朋友展现在地舞台。我们提供这个舞台，让他有一个社会参与的机会，让他们市府我们员工在这边中午休息时间经过的时候，对这个视障者感觉这个有一个才艺上的表演，给他一个肯定。那我们是请市府同仁如果每个礼拜就固定时间，礼拜五中午的时候，不能给他们一个掌声。以若琪为例，虽然是同情的身心障碍者，不过伊却以音乐甲世界沟通，保持对生命的热情，要看见幸福未来。所以今年固定每礼拜二中昼，若经过市府，不妨停下脚步，和这群生命的倒数掌声。但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。